中共大使馆，请你们听着，今天在法国的，在巴黎的这么多西藏同胞，可能有600-700个西藏同胞从托改的后游行到这里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，在大使馆前面举行游行抗议？因为他们抗议胡锦涛这次到法国来访问，参加G20这个会议。因为胡锦涛在西藏犯下了这个大屠杀的罪。1989年3月份，他在西藏进行大屠杀。2008年，他又在西藏进行大屠杀。我们知道，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，没有西藏人民就不称为是西藏。但是中共把西藏称作是中国的领土，这是谎言，这是欺骗世界的谎言。我们中国民主党坚决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，非暴力的和平的路线，我们坚决支持。